入嚟呢個位置咧，就係自己嘅私家 lift lobby 啦。咁亦都會配埋鞋櫃啦，同埋有張 sofa 喺度，方便翻除鞋着鞋嘅。咁呢一度咧就係個客飯廳位置，咁呈現長方形嘅設計，最長咧有成8米，闊咧亦都有成5.5米嘅。而呢邊嘅露台咧行翻出嚟，望翻咧係呢一個向北嘅九龍市景，遠望可以望到獅子山啦，而對面咧就會係我哋嘅稅務大樓嘅位置。呢邊我哋首先望咗個廚房嘅部分先。咁呢邊嘅廚房咧，雙邊工作台面嘅設計啦，旁邊咧就會有晒 Bosch 嘅雙門雪櫃、Miele 嘅紅酒櫃同埋蒸焗爐。另外呢邊咧就會係一 set 嘅煮食爐啦，同埋抽油煙機，下邊咧仲會有個焗爐嘅。呢邊就做咗一個角窗嘅設計，可以望住呢個九龍市市景去整嘢食。主人房咧就分佈喺我哋客飯廳嘅右手邊。首先望咗個主人房先。咁今次咧就有啲特別，4間房間咧都係望翻同一個景觀嘅，都係望翻九龍市市景，遠望翻獅子山山景啦。呢邊咧就會係正方形嘅一個設計，大約係2.8米乘以2.9米嘅一個主人房空間。旁邊咧就會係住，sorry， 我啱啱好大力咁樣推咗 Carina 係。我知啊，我見到啊。你見到 Carina？sorry， 有冇整到你？咁而主人房嘅旁邊咧就會浴室位置，呢個咧都係一個明廁同埋採用咗浴缸嘅設計嘅。好啦，再望埋另外嘅3間房間先。咁另外3間房間咧就會分佈喺左手邊。咁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客廁嘅位置。另外呢邊就係第一間嘅房，咁呢間房咧雖然唔係好大，但係其實呢一幅牆咧都可以拆咗去加大個飯廳嘅位置嘅。好，呢度咧就係第2間嘅睡房，咁可以見到我哋呢度45樓樓底高度咧，大約有3.5米，所以有充足嘅空間咧，可以利用埋咧高樓底嘅設計。好啦，嚟到最後呢一間套房，咁呢一間咧都係望翻對面嘅向北嘅一個九龍市市景啦，而旁邊呢一度咧仲會有一個浴室嘅位置嘅。唔知你哋又中唔中意呢一個1511尺嘅4房雙套單位咧？呢一邊咧同啱啱我哋睇嘅樓王單位個景觀咧，完全係截然不同嘅。不過咧，望翻呢一個景觀都係非常之開揚，而且都係望住呢一個獅子山嘅市景啦。咁所以咧，兩邊嘅景觀咧就成為一個強烈嘅對比。唔知你哋中意邊一個景觀多啲咧？可以喺評論區話俾我聽。